咁啊，我哋嘅頒獎嘉賓有姜濤、Lockman 楊樂文同埋 AK 江葉生。歡迎晒咁多位。呢個今日嚟做咩咧？今日應該嚟頒獎啩？嗱，我一咁樣望咧，就好有視覺效果嘅。未必㗎，我見到 Lockman 之前喺導演會都做 MC 㗎。哇 Hello， 三位好。添多謝，你好你好，歡迎歡迎。 Hello， 親切啲先叫文仔。文仔你好，我通常都係叫文仔，輝仔、輝仔，浩仔。浩仔你好。點啊？今日有啲咩重要任務啊？今日我哋3個嚟頒獎啊，係啊，但係頒咩獎講得㗎？隨你㗎咋？係㗎。哦，好似見到我哋3個出嚟咁好睇，係。有觀眾。有咁有效果，係啦，真係笑。係嘛？你估嘅啫。我估㗎咋，我見你哋咁樣行出嚟已經有個架勢，我就覺得係㗎啦。都用過唔同身份行過紅地氈啦。係今年用頒獎嘉賓嘅身份行紅地氈，甚至參與，有冇感覺有唔同啲啊？感覺唔同啲係可以輕鬆啲咯，係啊，可能唔使表演啊，又唔使記咁多嘢啊咁樣。咁今日淨係短短地頒個獎咁樣，又同3位兄弟一齊，咁就又可以輕鬆露下面，又可以輕鬆咁樣睇下頒獎咁啊，係唔錯嘅。其實係近排你哋啲 schedule， 你哋點會可以？好多搞作係啊啊！，舞台劇啦，冇錯文仔啦，電影借緊票啦，輝仔啦，輝仔你啱啱浩仔就係世界巡演唱會啦，甚至做努力當中啦。係喂，真係突然間諗起一樣嘢，係之前佢做過舞台劇，講過 BL 同 Baby John，AK 又 BL 過，會唔會都？你控到咁埋，你係可能 Stanley 係現實中嘅 BL 嚟。我現實中，即係你哋拍㗎啦已經佢現實嘅。佢已經官宣咗呢段關係啦。係啊係啊，只不過我失敗咗，而家佢就你嗰個都結婚俾人追走咗啦。唔係啊，嗰啲得不到嘅愛情先係最深刻係啊！啊，係冇錯。喂，兩位咧近排真係好忙嘅喎，AK 不如宣傳下套戲啦，趁呢個時候，好耐唔宣傳啦。最近上咗《我們不是什麼》，我就係輝仔。咁啊，今日嚟到其實都見到好多劇組嘅朋友，譬如 Rachel 啊，見到爸爸啊，見到佢哋都啱啱聚咗下舊，咁就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，希望下年再見。Lockman咧，文仔係文仔最近排緊舞台劇，係咁就係5月8號第一場。如果大家係仲有飛買㗎，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就去買下飛啦。係講一個溫情嘅輕喜劇，我覺得幾好睇㗎。直頭一定好睇啊！多謝要撲飛添嘛。咁啊，姜濤話佢咩啊嘛？正職打籃球，係興趣 pickleball，副業係唱歌，演戲嗰方面咧係擺喺邊個位啊？演戲喺投資興趣喺度投資。演戲係學習中啦。學習中話好啊，學習中唔同位都有唔同程度嘅參與。冇錯。係咁，當然有你哋3個參與我哋今屆金像獎，我哋都非常開心啦。誒呢個時候影張靚相先好嘛？好。嗱，電影集場支持 AK，舞台。